寒假过年期间，真侪人拢会出国。即马伫网络顶头或者是社群媒体，拢有人伫咧招人客，讲要组团出国。观光署强调，旅行业是无执照，就袂当经营旅行社相关业务。若准是网签部落客违法带团出去，相当会罚50万。休寒春节旅游大会，特别到不少人想要带团去佚佗。最近网络并且社团，也是赖通讯软体群组，拢出现招团招生理的信息。业者讲，带团旅游会当唔免烦恼旅行大细项代志，也会当加介绍扣班机。其实我还是要考虑揪团去的地方，然后当然地方是个因素，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过年期间亲朋好友啦，3、5好友这样揪一揪，应该也可以成团的。不一定要不认识的这样就揪在一起这样。也毋过，民众参加旅游团爱细腻，交通部观光署表示，民众向无特定人士安排行程，各收行程费会协助代订机票、住宿等相关收费，是属于盈利行为，甲一般的亲友小酒去佚佗，无收另外的收费情况无同。那旅行业是特许行业，无执照袂当经营旅行社相关业务。若是网红部落客顶违法带团出去佚佗，相当会处50万罚款。民众透过脸书等这种网络针对不特定对象去招揽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话，就涉及到违法经营旅行业。那违法经营旅行业的部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的规定，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观光署呼吁民众带团出去佚佗，应该选择合法旅行社，行政旅行社会签订契约，也会投保旅游保险、旅行业责任险，佮旅行中安排的车辆住宿等，也爱符合当地法规，旅游品质甲安全拢有保障。万一拄到旅游纠纷，民众会当凭契约书甲代收转付收据向品保协会申诉。记者综合报道。